喺呢一個 OMG 阿媽有喜嘅電影裏邊咧，就飾演圈永傑嘅丈夫啦。佢哋叫我哋行步啲最緊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媽有喜入邊嘅飾演玲玲姐嘅姑仔，我係姑姐同斌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ko 黃潔琪，喺阿媽有喜入邊咧係飾演阿妹 Miki 嘅。Hello， 香港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馬來西亞演員羅繼輝，我喺阿媽有喜電影裏邊飾演嘅。睇到你嘅演出嘅，今次阿媽有喜係因為一個咩原因令到你想接拍呢套電影咧？劇本啦，因為劇本佢哋真係好用心，即係由俾我嘅時候第2稿、第3稿，跟住一路改到第7稿，咁我覺得佢哋好有誠意去希望可以拍到一部電影咯。咁個題材我覺得又係幾特別嘅，即係唔係係講一啲，我覺得全世界都好似睇緊都有呢個問題嘅，就係生活即係大家對生小朋友嘅憂慮啊，或者係嗰個諗法係點啊，咁一家人嘅點樣去做呢件事啊，咁我覺得成個題材都係好吸引。有冇邊一啲情節喺唔劇透嘅情況之下可以感動到你嘅？我諗係大家一家人當有問題嘅時候，點樣去互相Chris 就係啦，即係當演員可以放飯休息下嘅時候咧，唔得，我要跳翻去幕後嘅身份，又要兼顧好多嘢啦，係咪都好困難啊咁樣？又唔困難嘅，喺片場通常我真係喺片場嘅時候，我唔會令自己再兩。學好多嘢啦，尤其是係我嘅廣東話，你哋喺戲入邊咧，即係會聽到比較準一啲㗎。咁我哋拍攝之前咧，每一句喺度嚟㗎，係。喂。